我係 Jonathan 啦，咁我爸爸咧就係説文輸入系統嘅發明人梁淑烈先生啦。咁我學呢個中文輸入系統咧就起源於我爸爸嘅。咁我每日中午時分咧，佢就每日車我翻學啦，大概係10分鐘嘅路程。咁佢就慢慢咁樣逐啲每日咁喺度講啲中文呢個説文輸入法嘅要訣啦，同埋編碼咧係呢個 system 係點樣嘅。咁我每日聽少少就可以好概念上就已經學識咗點樣用呢個輸入法啦。喺我用説文嘅主要嘅地方咧，就係喺手機上邊啦。咁我每次用手機多數都係同人溝通啊，用 WhatsApp 咁樣之類啦。我就用説文就可以非常之方便咁樣將電腦上邊嗰啲快而優嘅方便咧，都擺翻落去電話嗰度，一模一樣咁打翻出嚟。咁遲早嗰啲一樣都可以咁用，所以就可以好輕而易舉咁樣同人溝通到咯。咁咧，我覺得要做出呢一個中文説文輸入系統咧，係需要有好深對中文嘅同埋文字同文化嘅認識啦，同埋另外再加上好深刻電腦嘅研究啦，兩個配合啦，先至可以做出呢一個中文輸入系統嘅。咁即係揾個中文教授又做唔到啦，咁一個電腦老師又做唔到啦，咁只要兩個結合，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咁方便嘅系統出嚟嘅。咁我非常仰慕你咁樣可以日以繼夜咁樣不停咁研究嘅，咁我會時刻都咁支持你。